晴天樂。今日要介紹嘅作品名係叫做單車提示衣。呢個作品我諗到佢係因為我喺網上面見到一個新聞片段，係話一個人踩緊單車，無端端俾一架貨車撞到，事後貨車司機表示見唔到單車司就撞到落去。呢件事俾我諗到呢個發明品。好，而家我就要介紹呢個作品啦。呢個作品呢，就係分別由3個 micro bit 組成，有2個係提示器，一個就係遙控。當單車轉咗嘅時候，呢個提示器就會顯示左邊嘅方向燈同埋一個音響。當單車轉右嘅時候，另外一個 micro bit 就會指示出右邊嘅方向同埋音響。當冇轉彎嘅時候，2個提示器就會笑哈哈。呢個就係我介紹嘅作品，多謝大家。